后来乡亲啊，咱回头来看昨迄位确诊的官兵，是尊顶5个曾经发烧的其中一个，到第2届采检才来确诊。指挥中心的专家讲，像安尼，当时有病毒的抗体采检阁是阳性者，确实是真少看。另外，第379例迄位酒店的女公关，甲防讲是上毒班机的迄班，为美国飞转来的华航的班机，到昨日已经检测满期，无阁增加任何的病例。指挥中心宣布结案。还阁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到昨为止，包括今仔日，台湾已经是第11天无本土的病例了。那我们今天要宣布有1例新增的确诊个案，那也是我们的敦睦舰队的实习生。4月22新增加1个确诊患者，伊是潘石岩顶面20多岁海军官校的实习生。3月23家嫂失去味觉，3月26发烧食药了后症状有改善。4月18到集中检疫所，一切是阴性。但是因为佫出现着鼻无味、甲塞鼻的症状，19进行2采，伫22确诊。2采当中碰到这样的一个又有 PCR 阳性又有抗体阳性的状况，敦睦舰队这一批里面，我目前只有看到这个个案是这样的状况。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调查人张尚顺认为，像这位确诊实习生同款，抗体甲病毒伫体内共存，真少看到。但是是不是有抗体了后，病毒的传染力就较低，也个需要厘清。我们是10天没有本土的确诊个案。现在谈到封城那我刚才今天早上也讲过，这个距离是有一点远。虽然潘石岩的疫情和社区封锁面临挑战，但是有好消息，因为伫4月22已经是第10天，无本土个案确诊，国人齐心抗疫，每一个细节拢是关键中的关键。